等你7月在秋马到刚给讲没喷吧的，说的7月在年中所提黄没巴西，安尼让你这边在那样几个几个的7月在那样外边都几不着过来是，安尼7月在那年当周部帕马，安尼让个考虑了说吧，这边周部新年开始就有那样提黄要把嘛的是。第卡里这个有把的了呢，7月在那年当周部的判断没把，让你基本着个吧。第四个有把的，但你看这个这边路上多个吧是，这边你马给把都新的你讲这边讲比，让个路基旁部那样7月在那下呢，让个 number 是吧，基本着个的是。第卡里老个有的老都7月在让你这边讲比路基讲没判吧，判断没吧，第四个有把的。但你龙角八面有讲，看怎么切上没把事。兄弟你马给把的逻辑切度，让那对位切度，所比就那龙角八都没把。我们东西的忙不，要把也那样，7月在我们即将切上要把嘛的事。安尼第卡的这个有了的，就那龙角机切开了判断没把。7月在那就那龙角开做有那样，的判断都是怎么样，讲没头吧？那这些个要把的。但你上季节秋上生季用的这个比马多跟你讲没偏巴是，而你上季节秋是难的，养的给我是难的，养的养大比内陆，对自送去，刚到了俺让说个写作了，但比秋的养大不了，主要因呢，对生季用的来的有的，南西季定义用的来的有吧的，因种南西刚到主要因呢，生季用的对节省上的主头有吧的，因种上季节秋làm难的，养的给我秋làm难的，养的人了没努被吃哇，人了攀比吃哇，人了攀比心，提到了上季节秋色个有吧的，养呢别人人节当，强就去心当，东把你都比打完了说吧，3路7%，给心7%，提到了单比秋色个有吧的，提到了陆中期，提到了年龄期，提到了将外期吧人呢，你南西起码做吧第三呢，提到南西期结束让你做头个有吧的是，你前的年做龙角路基蓬勃了说吧。即将让你起码做啊，对才呢，南西去结束让你用个嘛的是咯。第四个有把的，多那卡这个有把的老弟讲了，但我接当就我去场边，没有人不接的，投资为接了，都该这个讲穿了哇，穿了都当为讲呢，让你在起码做比告诉判断有比，给什么7%，给为啥话7%得到个这个把的是咯。第四个有把的。等你带领俺做老陈，那心里参加就去，投资钱就去。